听我们传统武昌坊的故事，有没有？有没有？我怎么听到女孩子的声音，男孩子没有声音？有没有？好，非常有精神哦！感谢你们莅临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安坡村点班部落。这里是什么部落？安坡村。哦，已经重复了好几次哈。好，我是这里的社区营造员，也是负责规划所有小朋友来这里的活动。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最后一间有厕所，如果小朋友要方便的话，就可以过去那里。那这个左边呢，我们有一个拓展中心，就是放了一些我们部落的老照片，然后小朋友做的童玩。那你们今天有2个课程，就是竹枪 DIY， 还有竹剑的 DIY。然后你们可能做完这个两个课程，然后最后一个课程有一个编织。有没有看过我们原住民在那个花环？你们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吗？你们没有看说，奇怪，原住民每次有结婚或者是办什么活动都会带那个草，有没有？辟邪。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带那个？谁知道？不知道哈。我们带那个用草编的那个叫羊池，那个是象征。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是专门来做辟邪的。你们听过什么叫辟邪？就是怕有些恶灵或者是不好的东西会附在你身上。所以像我们排湾族的圣树就是雀榕或者是榕树。那如果有人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会折叶子，然后放在身上，就如同那样的意思。带那个花环，就是去邪一些不好的东西那里面的话，待会儿我们上完这个 DIY 制作课程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到里面参观一下我们小朋友所做的什么娃娃啦，还有竹枪、竹剑，还有一些我们里面的童玩好，那等一下小梅姐姐会跟你们讲有奖征答，大概10题。就刚刚她讲的那个故事，我们为的就是要让小朋友对我们安坡村加深印象那我们热烈欢迎我们小梅姐姐。如果有人想要上洗手间，随时都可以上台北会不会热？这边比较凉因为看得到那个山跟你很近如果在台北上好远台北有冷气。台北冷气 ，OK， 对不对？下午我们会开放冷气，有天然的树底下就是冷气好，我们把棒子交给小梅姐姐。知道了，回答我们谢谢那个中佑叔叔，好 ，OK， 那是我们的社造员，然后他很辛苦，一个人工作就是你看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他是专门去执行去做的，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这个社造员。那看到他你就叫中佑叔叔这样子，那也是小梅姐姐的叔叔，就是亲的，就是爸爸的弟弟来，我这里有10题，那我们有精美小礼物会给你们，所以呢，我第一个题目就是小朋友要记住喽。好，部落迁移史故事里，刚刚老师姐姐在讲的故事，照顾婴孩的是平民还是头目？来，等一下。我先告诉你们条件之一，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不要就脱口而出，因为别人就没机会，那个答案，那个题目就要被放弃了所以你们要闭着你嘴巴，我这样子就好了，不要讲出答案好来。1、2、3开始手，全部放下。OK。照顾婴孩的是平民还是头目？我还没有讲1、2、3。Amy 姐姐还有主任一个主任来，我们注意看1、2，哎呦，小朋友都知道耶。还没讲3，来那个历程，谁？平民。
哦，对，平民，对不对？平民小妹妹，我们谢谢。哦，她知道哦，有在注意哦。来，这个呢，记得好，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来，第二题，故事里面的小婴孩是因为发生什么事而死亡？因为平民小妹妹怎么样？来，答过的让给别人机会哈。来，1、2，等一下。好，预备，1、2。哎，小朋友都很踊跃哦。来，你看那个手放下来，3，来那个，来，请你告诉我。好，那个平民小妹妹她背着婴儿是因为发生什么意外而死亡？撞到哪一个东西？对，她撞到头部，但是是因为什么东西？对，往玻璃上，然后因为什么东西在姐姐有讲的？有人给机会给别人要绑什么？要绑什么的？绑什么的？搬家。对，它有一个名字。来，我告诉你们，来，我看一下你的名字。好，邵薇，他知道哦，但是我就是不晓得那个叫做什么名字，我知道是防老鼠的，这样没关系，我们还是给你一个精美小礼物，因为他知道是防老鼠的哈。来，那个以后你知道就是叫防鼠板。好，谢谢。好，很残忍的事情来了，我讲到残忍的事情就知道姐姐要讲什么了。故事里面的照顾者就是那平民小妹妹，她是如何被处罚的呢？好，来，全部放下，我们请 Amy 姐姐帮我看一下啊。来，老师你说什么？我说里面那个照顾者就是那个平民的那个小妹妹，她是怎么样被那个平民被那个头目处罚的？就是她的结局是什么就对了。对，好来，1、2，咦，你的手都放头上来，1、2、3，谁？他被活埋，答对了，加油！没关系，还有7题耶，还有7题耶。好。好 ，OK。最后他们第4题，最后他们迁移到哪里？那些平民有没有注意听？最后他们迁移到哪里？我刚刚一直重复讲的那个名字，1、2， 3个字啦，我就勉强大方送，就是3个字而已哈。他们迁移到哪里来？1、2、3。安波村。哎呦，一字也没少，就是安坡村。来，拍手啊！哦，来，小朋友来。好 ，OK， 来。好，第5题非常简单，请问安坡村是哪一族？14族当中的哪一族？1、2、3。排湾族，恭喜你答对了哈！好来，哎呦，上面有安坡的部落什么的，好来。答案就在上面。这一题第6题是5个字，我看我对你们多好。刚刚我们听部落迁移史的地方，它的建筑物名称为何？我刚刚一直讲什么。好来，我说5个字哦，周佑叔叔还少1个字哦。来1、2、3，来，我给那个条纹绿色白色那个。哦，标准答案，来拍手。传统谷仓房哦，哇，我刚才说少1个字，你就知道是谷仓房。来第7题，来，各位小朋友把握哈，我们让给这边机会哈，因为这边 OK， 前面几乎哈，来第7题，传统谷仓房在过去有什么作用呢？1、2、3，那个戴帽子的弟弟。然后呢？对哈 ，OK， 你就是已经就是内容你都讲了，主要就是说
放一些五谷杂粮啊，就是这样农作物。好，谢谢你。来，那个弟弟叫什么名字？什么？喜祥。好，恭喜你得到一个钥匙圈。第8题，这个又是就真的是送分题了。来，我们这个地方所属屏东县的哪一个乡镇呢？这个题目还是要就是给2、3、4排的哈。来，这个很简单哦。这个地方所属屏东县的哪一个乡呢？1、2、3，那个瘦瘦的妹妹，3弟们。好的，好，恭喜你。送你一个钥匙圈，要记得回去给家里人挂在钥匙上面的哈。来，我刚刚有讲，就是你所认识，在第9题，他说你所认识的部落童玩有哪些呢？我刚刚有告诉你们，举例说明2项，2项就好了。好，来童玩哦，好，预备，1、2，好，就是你太有勇气了，来，妹妹来，快点，来。还有什么？好，恭喜你！那你等下记得要去玩哦。他很有企图心，我就是要答题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不要讲到3呢。OK， 最后一题，有没有人说我知道你要出什么题目，我可以答得出来的，自愿的？自愿的有没有自愿的？你有了。有的就不行了哈，我们还是。你有把握说第10题，你知道答案的先举手，让你有发觉。你有就不用讲。我先提示，它是4个字而已。有勇气的人，要不要？快点试试看啊！答案不见得你会。对啊，快点。前面第1排没有，因为前面第1排是10题。对 ，OK 来。有勇气来，我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大声说你的名字。玉成，好，请起立。好，我要问你哦。他有勇气来，安坡村部落的原住民名称怎么说？4个字，我刚刚有讲，什么？哎呦，上面就有了呢，可是它是拼音的，知不知道？我刚刚有讲啊，知不知道？不知道吗？好，来，你看我就告诉你们了。这个字有人对，它是拼音的。刚才小梅姐姐我告诉你们，什么板，来跟我一起念，来，那个玉成来跟我一起念，来，你起立来跟我念一遍，大家也跟我一起念一遍，点了半，来预备来，点了半。饭哈，不是饭哈，你们是很饿了吗？好，吃饭哈。有哈，所以聪明的小朋友他就知道，我手上很多答案都在上面，所以玉成，因为他很有勇气，所以我知道，有勇气的小朋友勇气可嘉，虽然不知道怎么念，但是其实他应该知道了哈。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小礼物给那个玉成弟弟。好，谢谢。小朋友，这个钥匙圈呢，是我们之前有在学编织的课程，然后那些妈妈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做的精心的小礼物，因为他们知道你们要来，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小礼物炸弹。有没有很像1块钱那个巧克力糖果？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巧克力糖果那种的？对哈，所以他们是从那边想出来的哈。好来，我们的那个有奖征答就到此结束，谢谢小朋友。